市药署统计，连锁的素食业者库拉素食为今年初到4月11，已经有8件技术食物中毒的通报。12开始是要求各地方政府要稽查管区内底的各分店。库拉素食的总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政府，但是因也强调，因对食品安全甲卫生管理拢有真顶真的规范。卫生局人员到库拉素食伫时代大道的分店稽查，全国乡有6间分店，检查了发现3间合格，另外3间有部分环境素质要改善。3家限期改善，包含冷冻冷藏未定期除霜。保温台温度未符合热藏温度，即时供食之熟食区热藏温度未检测。政府表示，因为互人通报真济技术食物中毒案，高雄配合中央稽查合区内分店，查核重点有作业环境、工作人员健康实在来源、分价保存加产品质检检等项目，无合格部分已经要求限期改善。真的食材有问题，就可能有时候吃会吃得出来啊。然后他现在出事，他应该会更注意啦。有消费者认为，技术食物中毒的通报案件大部分伫北部，对南部的分店也是有信心。销售表示，55间分店按算一礼拜来查完，各地检查时间无同，尚无详细的数据提供。总公司也声明表示，支持政府捍卫食安、确保健康的相关措施，会全力配合。也理解北部2间店暂停营业是有风险安全管理措施，内部食安控管甲卫生管理拢有严格规范。对于卫生局指出的缺失，会赶紧改善。公司也继续落实品质甲卫生管理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